珠海嘅後花園最新筍盤啊，單價5800就係上車1000尺嘅3房單位啊，總價先係40幾萬嘅。嗱，首期5萬輕鬆置業啊，現樓現證嚟嘅喎。依家咧送你10年嘅車位使用權，或者加3萬8就可以買到一個車位噶啦，夠晒筍啦！咁屋苑門口就有直通巴翻到香港太子旺角嘅，交通非常便利啊！生活配套亦都十分之成熟嘅，有我哋街市啊、超市啊、藥店啊、咖啡店啊，應有盡有啊！落樓就可以享受到呢個生活配套啦。咁成個小區已經係現樓現證嘅狀態，即買即收樓嘅啊！所有見到嘅都係一個現成嘅，咁低密度嘅一個社區啊，翻嚟呢度度假自住非常舒服噶。咁我哋依家即刻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依家上到我哋呢個示範單位，1000尺3房啊！左手邊咧係一個到頂嘅鞋櫃，咁右手邊咧係我哋嘅廚房。廚房呢個空間講真嘅，真係非常大嘅，非常闊落噶。嗱，右手邊係我哋嘅餐台位置，擺6到8人喺度食飯冇問題噶。睇埋我哋客廳啦，客廳咧3.8米嘅開間，夠晒闊落啊！露台做來封窗設計。呢個係交樓標準嚟㗎，咁我哋睇翻我哋裏面嘅戶型方方正正，右手邊咧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，做咗3段式嘅設計。嗱，出到嚟第一間房第一間房咧係陽光房嚟嘅，贈送面積嚟㗎。睇翻第二間房可以做我哋長輩房，空間都唔細㗎。最尾睇翻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咧呢個空間三邊嘅落床位，1.8米嘅大床冇問題啊。咁依家咧呢個屋苑價錢非常筍嘅喎，5萬首期輕鬆上車，月供1000零蚊㗎，嗱就可以攞低呢個3房單位啦，半個鐘翻到港珠澳大橋嘅，直通巴直發翻香港，非常便利嘅。中意呢個屋朋友快啲揾我推報帶你執翻間啦！